中油的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呢，互人检举讲这预算呢是报超过100亿。检方昨去调查，同时也来约谈这细溪的前董事长施义峰，也佮有中油的工程处长黄英如等等，拢总13个人。环保团体是来批评这中油三站的环评也未通过，这特定的厂商都已经伫附近开始咧准备啊，而且对当地的生态也造成危害。董事长有符合价格吗？细溪前董事施义峰因为涉嫌中油三接外推爆化工程负报备案，车子遭到约谈到台北地检署。面对提问，无讲话讲一日，台北地检署并分11路去中油甲细溪公司等地所在通知甲采购函相关13人到案说明。检举函送到法务部21天，我觉得你们法务部真的很棒啊！那个我要尊重检察官，我知道你尊重，没有骂你。面对采购备案疑云，中油发声明回应，即摆所在勘测事项，爱等司法定司来调查清楚，配合司法机关后续的调查。经过调查，中油在2002年之间发包办理中油三接案2期的外推爆化工程，由细溪公司负责设计、预算编列甲招标文件制作，是咪到煞标出？迄时阵中油总经理技术甲业者交结，瀑布工程经费超过100多亿，过程中甚至互人偷录音。生长的状况非常的差，非死即伤了。希望政府真正来重视整个，如果是错误的政策，未来怎么避免？环评还没有通过的时候，厂商已经注定了，这个就是疑案重重。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不报追加？我想这是中油本身的问题啊。法团呼吁政府甲相关单位爱审慎严查三接工程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，检调是要调查中油是不是官商勾结，或者是护航特定厂商资金各流向什么所在，是不是有地质保证产，各界拢正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